市民讲呢，像恁遐讲，着爱像我安尼佚佗，安尼游览，咱想，而且而且再去享受，但是呢，咱讲看无着未来，毋知以后的维修，咱想行到尾啊，行到尾才知呢，敢是安尼？所以伫迄当中无啊居安思危，手上着投机，虽然头仔咱上伊久2、3了，轻松行头前，佫会拖时仔咧。哇！我讲会安尼想咧，那你若大汉了，话着开始啥？开始要享受啊！所谓真正享受，我会记出册当时有一个尾仔咧处理游览哪游哪当，因为心神外放嘛，而且无毋对咧坐病真是甲一工话讲会忝，骗人的，身躯会忝，毋过精神是愉快的。如果讲咱的心拢装满咱遮物欲，拢遮连佛陀世尊伊的囝罗睺罗是王孙呢，逐个拢听的，拢信伊，伊到尾有哪骄傲呢？到尾互佛陀世尊知影讲罗睺罗因囝安尼无乖的时阵，伊就要来训示伊的囝，用面汤水，叫伊看面汤水安尼骹洗洗。伊讲这水敢要会啉真水，敢会当搁买物件？其实呢，在拢在甲训示哦。你无清净，你自心当中底垃圾呢？你家己无自爱，别人嘛袂爱你，人嘛会像佛陀世尊到尾把汤踢掉甲，其实伊要显示讲，咱家己无自爱，人到尾有哪会甲你放弃？咱着爱自爱，人才爱，天才爱，自助、人助、天助，这就是安尼呢。这个我点伫倒位？伫咱自心当中。所以讲，我知影，这个我知影，毋是真正知影哦，是家己想的，家己自以为的，说起来就轻松。有的三个朋友做伙去看戏，再来就咧讲这个戏好看无？迄声伤细声，迄戏台用了也无丰富，安尼看安尼花安尼，无鲜艳不色彩。另外就无影是安拄好，迄戏平咧，大无平，变规模咧，变规模一个在鱼孔重的，一个目睭输的，安尼看，到尾家己一个目睭输的，鱼孔重的，叫啥？简单讲句，拢共问题呢。伊家己已经自我意识拢空安尼，然后来看嘛，外口迄敢若亲像咱人目睭挂了，迄个啥太阳眼镜、墨镜，看咧其实外口日头足炎啊，迄看乌阴，挂车看拢青。这个我知道，属实就是讲，咱有时仔怎家己落去迄骹，咱家己毋知影咧。我知道，我知的。家己呢，做了这个心肠，人甲人之间的隔膜，会相对毋是树仔做足悬，树仔做哪悬，别人嘛讲袂入去，别人嘛跳袂去，家己嘛跳袂出来，锁死自己啊，绑死家己，锁死家己，这就是安尼，是毋是咱要家己甲想？咱应该爱情体顺，情来甲想看卖。咱讲公心欢想看卖，有一个做好来讲爱平坦，你想看卖，你真向后转向前走，这拢有意思呢。你真毋是一直路一直走，毋是，迄个心思毋是要向外一直走，情愿想看卖，向后转就是回光返照，去检视家己。问家己，我呢，家己呢，应该爱自我而且。